各位空中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讲兄我三九频道。我讲兄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3月18拜二金彩我三九三册高朋版。咱今日这版三册高朋版为10月31开始，10月31，二五开第三粒，二五开咧第三粒。下两期11月初2该画起来。咱先看这期，二五开第三粒，顶五期，1、2、3、4、5，顶五期第一粒，过来6、7、8，顶8期第一粒甲第二粒，这三粒豆仔，06、07、16，会伫咧二五下两期开。咱先来看06第一粒顺开，过来07第二粒，16第三粒，三册高碰。过来，咱即摆来看第二期，第二期伫咧1月29，这嘛是共款，二五开咧第三粒。下两期1月31加画起来，共款二五顶五期1、2、3、4、5，顶五期第一粒，过来6、7、8，顶8期第一粒甲第二粒，这三粒豆仔，01、05、14，共款伫咧二五下两期开。咱先来看01第一粒顺开，05第二粒。14第四粒，共款是三册高碰。即马咱来看上后一期，上后一期伫咧3月15，3月15这嘛是共款。二五开第三粒，下两期3月18加画起来，共款二五顶五期。1、2、3、4、5，顶五期第一粒，过来6、7、8，顶8期第一粒甲第二粒，这三粒豆仔，02、08、12，共款诶伫咧二五下两期开，下两期就是咱3月18拜二。我讲遐甲大家介绍即版金彩539三册高朋版，这三粒豆仔，02、08、12，互大家做3月18拜二金彩539三册高朋版参考。这三粒豆仔，大家嘛会当坐车做使用。以上是我讲遐今日的分享，今日的分享就到这。感谢各位朋友今日来收看我讲遐的影片，大家再会。